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以赛亚书32章第9节到20节、雅各书第3章17节到1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实的平安。咱现阵时所看到的平安，是毋是真正的平安？或者是一个暂时的安逸的时期呢？伫以赛亚书32章第9节到20节的经文，先知以赛亚安尼讲：无忧无虑，过着安逸的生活的富人人啊，着爱留心听我的话。现在恁检采是安逸，但是明年这个时阵，恁就要烦恼啊，因为无葡萄通收成。恁一向无忧无虑，过着安逸的生活，但爱强项。恁爱脱衫穿破布束腰。咱检采会通安尼讲，伫太平的日子过了真久就失去迄个警醒啦所以咱看见以色列人就渐渐对上帝失去迄个敬拜的警醒。去拜偶像，离开上帝的正道。昨咱也引用以赛亚书第5章的经文，也讲到类似的教示，也是讲预言啦以色列甲犹大这个葡萄园的主上帝，对以色列的性命结果感觉失望。因为因成长袂出这个好的果子，无有好的滋味。以色列因为失去迄个警醒，失去了正直，失去了正义，也无有迄个公道。伫外表上，因的生活好若亲像无忧无虑，过着真安逸的生活，但是事实上却稳撞着真大，也是讲极大的危机啦因为因失去迄个警醒的心，失去警醒无当紧呢，因搁家己掠做过了真好势，感觉讲真骄傲安尼这就真容易这个陷入一个危险的状况啦咱用最近伫印度武汉肺炎的疫情来讲，前无偌久才看见报告讲这个印度的政府呢，甲卫生的单位呢，讲着因控制了真好势啦所以就开始来开放这个宗教活动啦、政治的选举等等的这个活动。但是咱最近10几天来看，因的疫情发展毋是干那失控这2字会当形容尔根本就是咱咧讲爆冲啦每一天拢超过30万人，伫昨确诊已经差不多40万啦单日的死亡接近4000人累计的死亡大量来增加，已经突破20万人啦。这个景象其实就亲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真类似啦只不过是所面对的对敌是无共款的，但是态度其实是共款啦去互人称作武汉肺炎防疫的自由省台湾，伫最近嘛，因为某一寡认为家己啥物拢无要紧的飞机的技术所引起的佫新的一波疫情，因不但染病互厝边的人，染病互同事，染病互饭店这工作人员，甚至咱看到技师去互人要求到伫集中的检疫所的时阵，竟然公开发表对台湾政府防疫的批评，讲这比纳粹比中共更较极权啦佫批评讲这个全新的防疫中心呢，更烂更远啦这个人其实咱会当看到因无警醒的心因这种的情形，不但家己染病，也为着
台湾超过1年的优良的防疫带来污点，为着台湾的全国带来真大的危险吼。过去1年外，台湾的疫情的防治是带互台湾的平安的环境，这毋是偶然，但是嘛毋是永久的，是因为逐个人拢真谨慎、真细致，特别是咱看到伫教会聚会、礼拜，确实执行即种量体温神明祭啦，如果教会管理嘛安尼散下下，亲像台北的清真寺安尼，感觉无要紧，无要无紧，无尽应该尽的防疫的作为，失去了见证，无做即个神明祭，拄着疫情的扩散，不但伫袂当怪上帝啦嘛爱无做好的见证这嘛是一个真惨的结果啦咱搁倒转来看台湾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即个疫苗的注射进度，甲迄个意愿啦咱知影前一阵疫苗拄入来伫台湾的时阵，有真侪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的人，伊拢感觉无要紧，台湾搁好。搁听信一寡网络的谣言，所以也失去迄个警醒，认为讲我家己无需要注射即个疫苗啦但是，这对台湾整体防疫来讲是欠一块，即个防护力的部分呢欠一块。搁加上有人看见疫情，所以也感觉讲无遵守规定无要紧。伫即个自主管理的时阵，搁走去迄落清真寺去走去倒位，搁走去倒位，无做真重要的即个清洁还是消毒的工作的即个饭店。现在倒转来想啦咱只有会通好好做国人防疫的即个责任，接受即个责任，搁来祈求上帝的保守，也好亲像赛亚先知的预言所讲到的，但是上帝要搁再次差遣伊的灵来到伫咱的中间，即个荒废的土地要搁一摆成做肥田，肥田要成做一个茂盛的树林，四界拢有正义有公道，因为人人行正直，因将来要安居乐业。上帝的子民会过稳当妥当的安全，无忧无虑。伫迄个水边会通种植，会通放心服务，甲如伫草场食草的人是偌尼有幸福。对，咱着爱警醒，爱顺服即个防疫的作为，爱配合，爱做好的见证，爱去注射。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做法啦亲像雅各书第3章17节、18节的经文也提醒咱，着爱追求真智慧。这是值得咱思考的。经文安尼讲，但是对顶悬来的智慧有几项特征。这个第一个就是纯洁，过来就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仁慈。会通结出丰富的善果，无有偏袒，无有虚伪，无虚假，一切正义的果子，拢是对即个保证即个正和平的人，为着和平努力所赢的政治所产生出来。所以这提醒咱，伫防疫顶悬无有自私的部分，无有迄个无要配合的部分，咱需要有上帝属灵的智慧，甲咱三甲伫地。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以赛亚书32章9到20节，雅各书第3章第17到第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实的平安。
我们现在现存的平安，眼睛所看到的平安是真平安吗？或者只是一个暂时的安逸？以赛亚书32章第9节到第20节，先知以赛亚这样说：无忧无虑过着安逸生活的妇女们啊，要留心听我的话。现在你们也许安逸，但明年这个时候你们要焦虑了，因为没有葡萄可以收成。你们一向无忧无虑过着安逸的生活，现在要恐慌了。你们要脱下衣服，用破布束腰。我们或许应该说，因为太平的日子过久了，所以就失去了警醒。因此以色列人他们也失去了警醒，对上帝敬拜的警醒，对公义信实的警醒。他们去拜了偶像，离开上帝的正道。昨天我们也有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章的经文，同样讲到葡萄园。我们知道以色列或是犹大的葡萄园的园主上帝，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生命的结果感到失望，因为他们长不出好的果实，没有好的滋味。以色列人失去警醒，又酸又涩，他们失去了正直，他们失去了正义，也没有上帝的公道。外表上他们似乎活得无忧无虑，过着安逸的生活，但是事实上他们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因为他们失去了警醒的心。不但失去了警醒的心，又自以为是，自以为过得很好，自以为做得不错，就容易陷入到一个危险的状况。我们就以最近的世界的疫情，我们看以印度的武汉肺炎的疫情而言，其实前不久才看到印度的政府跟他们的卫生单位呢，宣布他们疫情做得不错，所以已经管控得很好了。因此他们开放了一些宗教活动，大型的宗教活动，还有一些政治选举的活动，甚至有2个候选人因为这样子染疫死亡。那我们看到最近10几天来，每一天印度的疫情的这个人数，几乎每天确诊人数都超过30万。这不是只有失控这个词可以形容的其实简直是爆冲那昨天的确诊人数已经接近40万了单日死亡接近4000人，累计死亡大量的攀升，也已经突破了20万人了。这样的景象其实跟以赛亚先知在预言的景象雷同。我们以为是平安无忧无虑，可是其实危机是还很严重的只不过是以赛亚先知的时代跟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不同的，但是危险跟困境其实是相同的被全世界称为武汉肺炎防疫的资优生台湾，最近也在某些自认为什么都没有关系的飞机机师，他们所引起的新的一波的疫情，他们染病给家人，染病给同事，染病给饭店的工作人员，甚至我们还有看到一些政府为了保护他们，也保护台湾的民众，把他们全部都移到这个集中检疫所。在这个集中之后，竟然有他们的一些人对外发表攻击台湾政府，批评说这个比纳粹还有中共更要集权还批评这个全新的防疫中心呢又烂又远完全没有这种警惕或是懊悔之心这样的情形不但造成自己或是其他人的染疫，也更为台湾超过1年的优良防疫呢带来污点，也为台湾全国带来极大的危险。
过去1年多来，台湾武汉肺炎防疫的自由身在某些认为什么都没有关系，这个技师他们来讲，好像很自然的，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小心谨慎。特别我看到教会的聚会礼拜也都确实做到执行这种量体温啊、实名制啊。那想一想，如果教会的做法管理也松散，如同台北清真寺一样，以为没关系啊，没有人看得到啦，又没人知道，轻忽这样疫情以及所应该做的防疫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见证。遇到疫情的扩散，就不能怪罪上帝没有保守的，不是吗？我们再看另外一面，台湾的疫苗注射的进度跟意愿。前一阵子这个疫苗刚进到台湾的时候，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很多的人都以为台湾还好，所以没有关系，又有一些网络谣言的影响，认为不需要注射疫苗，所以他们愿意等。但却让台湾的整体防疫缺了一个防护力的缺口，再加上有人轻看疫情而产生社区的感染的疑虑跟恐慌。现在我们只能加强做好个人防疫的责任，也祈求上帝的保守。正如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预言说道，但是上帝要再次的差遣他的灵来到我们当中，荒芜的土地将要成为肥田，肥田要成为茂林，处处有正义，有公道，因为人人行为正直，他们将永远安居乐业。上帝子民的家安稳安全，无忧无虑，在那水边可以耕种，可以放心让牛跟驴在草场上吃草，这样的人是多么的幸福啊！所以我们能够警醒顺服防疫的作为，在防疫上配合做好见证，这才是基督徒的本分，才是属灵智慧的做法。雅各书第3章17节到18节的经文也这样提醒我们去追求真智慧，这值得我们思考。17节说，但是从上面而来的智慧有几样特征，第一是纯洁，其次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仁爱，能结出丰富的善果，没有偏私，没有虚伪，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像雅各书所说的，防疫没有自私，防疫不能虚假，防疫要在谦和的上面播种和平。防疫其实没有个人主义，基督徒要做好的见证。